这个婚林古坑的木国柑当咧大出，古坑乡公所1月15要来办活动，欢迎全国的乡亲来古坑的绿色隧道品尝木国柑酸甜的好滋味。 用热情的舞步开鼓，即摆正是木国柑大出的时阵。婚林县上大的产地伫古坑，所以讲古坑乡公所伫正月15要伫绿色隧道办木国柑节，欢迎全国乡亲去佚佗。凡是讲自用、送礼，甚至敬神拜佛，咱的木国柑拢是上介好的这个选择啦。 公所嘛，甲在地主要风景区，还有农会合作，透过观光甲网络营销，要将古坑木国柑的好品质推广出去。把我们地方茂谷柑的这个水果与休闲观光产业来结盟啦。乡长希望全国乡亲伫正月15会使做伙去古坑的绿色隧道，享受木国柑酸甜的好滋味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